大家好啊！今晚由曾子倫同叮當仲有阿贊同你睇天氣。受到熱帶風暴溫比亞影響，香港今日天氣都唔係幾穩定，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有幾陣狂風驟雨同埋雷暴，吹強風程度嘅東南風，高地間中會吹烈風，海面亦都會有大浪。唔知聽日嘅天氣會點呢？一齊睇下叮當嘅預測。唔該晒，叮當。預測聽日多雲，有狂風驟雨，稍後雨勢會減弱。市區氣溫介乎26到30度，相對濕度介乎喺80%到95%。跟住睇下未來幾日嘅天氣。天文台預測，熱帶風暴溫比亞會喺今明兩日橫過南海北部，逐漸移近廣東西部同埋海南島一帶，為我哋帶嚟狂風驟雨。另外一道高壓脊亦都會喺今個禮拜後期為我哋帶嚟晴朗同埋炎熱嘅天氣，氣溫介乎27到32度。跟住睇下華南地區嘅天氣。澳門、廣州同東莞有雨，深圳會落暴雨，4個城市嘅氣溫介乎25到32度。另外4個華南城市嘅天氣：珠海、佛山會落大雨，中山、韶關有雨，4個城市嘅氣溫介乎25到32度。最後睇埋4個主要城市：北京、天津天晴，上海多雲，成都天陰。上海嘅最高氣溫有成38度。今晚叮當天氣預報就講到呢度，下次再見，拜拜。